再放一个。第五就叫了欧线。这是两路人，这边。这边。刚刚写的呀，这个拿个这个，知道吗？再放一个。这个的，就这些的，这个。一点没有对。再来一个。
당연히 신도 투망 거. 야라요, 아포 계산.你化妆去了？是。然后你就必须得到单。看
嘛，够大个的。他们都打我说，我在这里多了我嘛，你骂他什么？这个地方再大一点就是什么？
孩子来了，小孩子，小孩子，小孩子，老六，你看小孩子，他还没有成年啊，他今年9岁，他今年9岁。我听说徐峥没成年，小孩子。才8岁。我今天回家的，你想不想知道？Hello。大年纪的，大年纪的。今天不回去。
啊
Yeah.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对，太对了。对。我叫的拍摄器就是这个。啊，是那种光线。哎呀。
高的白的，这些长的。开播比较晚，7点50，本来我想去，要开车，而且因为小学太早，我记得这个有个地方，也是。对，确实是这方面很环境很漂亮，但是就像我们有就是玩很好的那种大型影片那种。民族两句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说。唱歌跳舞。这个呢？看了吗？唱什么哟？这个没唱。唱歌跳舞嘛。现在下雨嘛，大家都知道休息。这是吴军的手机没电了。几点啦？多多的有。他们今天晚上全部都跑到前湖那边去了。他们在不是家里嘛，然后现在就一直没进，然后那边是。哦，就这么大的。可以啊。出来坐在乡去这个啊。后来他改这个在找你干什么？那个我了嘛，我直接跑到前面去了。我到那边一个人都没变。你们要人家哎，不是我跑过去的嘛，一个人都没变的时候，忙的时候一个人在那里。不是而且不是，然后有一给那个打电话嘛，他爸说，然后我一给他打电话，他说全部在前湖。要修桥，这下雨。